個天氣就啱喺屋企吹空調，奶茶店飲奶茶，丁丁你就要掹豆。我聽你有冇好呢？你有冇做辦公室啊？你做咩有冇好讀書啦？你有冇坐辦公室啦？講嘛。今日天氣好，一家人又來掹豆。個烤豆就靚，慳泥地個。慳泥地個，上一次你拱走飛嘅就係個烤地啦。阿丁年份哦。個豆有啲大柄喎嗬。冇係幾行。冇係幾行，但係大柄。冇行嘅。不夠飽滿啊！不夠飽滿，它用肥用得不靚。今年我家婆一共種咗3-4畝豆，個烤豆呢係今年20幾種下個，之前都朝頭早一齊嚟拱嘅就係個烤豆。由於豆喺開花下豆嘅時候天氣乾旱，我有及時抽到水，所以個豆雖然好大柄，但係呢好胖，冇夠飽滿。好靚哦！細個時候掹豆，掹住就想哭啦，因為冇想做工，冇知道阿媽種豆嘅辛苦。大個之後掹豆，掹住就笑啦，因為知道佢係汗水換來嘅成果。我朝頭早食得少，做得多，按照期咁樣個速度嘅去打工，你哋俾幾錢日呢？耶嘛，老鐵。耶哦！阿豆掹得差唔多啦，依家開始剁豆。如果再胖胖嘅。好點人，給你看一下我今年畫的。日出東方一點紅，日落西山又一日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啊！老鐵，今日又收工。